台湾即马翠暗一天的产量已经提升到1750万片。那台湾人永有村嘛有能力来关注外国，这个幕后的英雄就是翠暗国家队。26间相关的厂商放下家己的事业，快速来组成一支实力坚强的国家队，在上短时间内建立翠暗的生产线，守护台湾人的性命甲健康。经过辛苦的过程，拍出纪录片，要播给大家看。 有一群人因为爱与使命创造奇迹。新型冠状病毒侵入台湾，过年时接到重大任务，全国大大小小工具机的业者拢照叮当。一开始我们就跟部长讲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因为固定每个人的作息是固定的。我们也是很头痛，因为实在是赶不出来。 无可能任务伫工具机甲零组件工会喊声之下，连脑中风过退休师傅嘛无伫入久话。假期所需足少的啊，爱阮叫我来斗相讲好啊，为国家出来无问题啊。用以我经验拢可以教，所以我大家拢收声。全台湾的机械精英汇集40天完成92条翠暗产线，全体为国家而拍拼。没日没夜，日夜赶工跟着政府一起怎么样守护台湾。 翠暗国家队纪录片《创打奇迹》7778，连续2天伫台北、台中举办放映会，见证台湾人团结力量有偌大。